我叫阿纳斯塔西亚，来自俄罗斯。现在我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读书，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昨天我看了那个女生穿着这个马面裙这样的是吗？黑色的，有这个花边的是吗？对，你也想穿吗？你喜欢吗？想，有机会我们也试一下呀。可以。今天我要给我的俄罗斯闺蜜一个小惊喜，看，我拿了布料，今天要教她做马面裙，走吧。哇，亲爱的，你来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这个是马面裙。哦，今天我们就一起做一条这个裙子，怎么样？很好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开始。收。好苗条。我们现在按照刚才量的尺寸来裁布。我们现在把它缝合就可以了。我给你示范一下。好，我试一下吧。试一下。看，这个半幅做好啦。现在我们再把另一半就做好，就完成啦。你以为这么简单吗？好像歪了。哎呦，没关系，它这个地方比较厚。2 hours later， 完成啦！咱俩太棒了。马面裙源于宋代的悬裙，流行于明清时期，主体是2片弓腰的结构。这种设计方便女子骑驴骑马，因为这种裙子的裙门形状与古城墙敌台马面相似，所以叫马面裙。我觉得中国传统服装特别好看。我以前参加那个学校的活动穿过中国汉服。但是因为想到可以穿自己做的那个衣服，对，我特别开心，很骄傲，这个是。哦，你能穿自己做的汉服这件事很骄傲是吧？对，我要带着这条裙子，我带回家，让我姐姐、妹妹还有朋友能像我现在那么美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期待你们穿上这个美丽的裙子之后拍照发给我，发给我好吗？有服装之美谓之华，有礼仪之大故称夏。作为中国重要文化符号，中华传统服饰穿越5000年历史长河，展示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、海纳百川的独特魅力，是历史的，也是当代的。惊艳世界的中华传统服饰，等你来体验。